今日的宾果边仔是陈秀玲啊，你有没有发现咱那听伊咧讲话时阵哈，哇！宾果很省力哈，因为伊本来就是朱麒麟啊，真的哈，真的啊。平常时啊来上节目特别来宾。当时有歌手都不一定遐好讲话啊，啊是讲伊的生活无遐尔有经验的时阵哦，你可能讲一句伊回一句，啊讲可能没有办法接太长啦。啊，那如果我们一直绕着那个专辑里面讲话，其实嘛无啥艺术，你知道有点单调哈。因为观众跟听众共款，伊要听要知影无生活化，是。你几岁开始爱唱歌？我做细汉的时候，你要相信我的头一首会晓唱的什么歌？你敢知 ？Goodbye My Love， 你要相信我唱几岁？你敢知？5岁。那是一首很成熟的歌。是的啊，为什么我要唱那首歌？你知道？我妈妈是在做衫，然后那时候她跟我阿姨，伊拢在做衫，弄啃一台垃圾哦，迄时阵就是有邓丽君的歌选择，过来就是凤飞飞，然后迄时阵就是有。听到邓丽君Goodbye My Love，还有一首叫做《小春之恋》，弯弯的小河，轻轻的山岗，对，就这首歌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常常听到这个歌，然后我就拿着我妈妈的拍尺，我妈妈是不是在做啥？是不是有那种白球嘛？哈，茶迄支啊，压咧遐家己嘛唱甲就欢喜，伫伊个做啥的灯啊顶，就是唱的好像有模有样这样。虽然你唱袂标准，不过伊知影我就是咧唱邓丽君的歌。我妈妈转去标会啊，4万外块，那个年细着。通年前，你知吗？无一定挨家挨户有电视，但是阮妈妈去标一个花4万外块去买一组4声道的，迄时那个乌克版黑胶唱片，顶头会当放黑胶唱片，然后有唱真的，对啊，另外有个一种唱片是一种夹式送进去大的，对夹式的个嘟里去嘿，然后。就从那里开始学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月朦胧鸟朦胧，就从那个时候啊，对，我的开始听下歌，然后就慢慢，我妈就知道啊，我喜欢唱歌，所以讲，过过来是不是有留音卡拉 OK？ 对，我到卡拉 OK 唔知唱派几代去，真的。然后，等一下，你是自学啊？自学啊，我无老师啊。哇，那你算天分很好因为我听你唱歌的时候，你的共鸣很精准。真的吗？就啊，我可以容易去听得清，我怎样嘛？你那个唱歌的时候，有的时候那是要天分的。然后原住民有无？没搞啊，对啊，那个嗓音就特别。对，而且他的音准不是你来挑的。是，对，我觉得是天分啊，跟你听很多歌也有关系。也有关系，对啊。然后那时候阮到的卡拉 OK 唱派做侪条，我跟你讲，我读册的时阵啊，我不爱读册不要紧呢，我唔爱学白走，我等阮到唱歌。就好啊。都好啊！阮妈妈袂甲我管，阮妈妈甲老甲要求讲，你若无爱读书，你爱甲我转来，你莫学白走，你学白走要掠着你就知。那时候我那时候最排斥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数学课。跟我一样所以讲我数学跟猪一样，跟白痴一样，我真正是。我刚才咱即摆有计算机，我是就感谢伊的，你知道？我是。三角函数被含来含去哈，我写是。没有不懂，开根号是什么我也不懂，真的不懂。所以讲我敢像加减乘除，而且加减乘除哈，伤这个比较省。所以咱的电子计算机，因为阮即摆我是伫卫星电视台内底上班啊，嘛是有咧卖一寡物件。还有那些因来甲我买这行，佮甲我买迄行，伊毋是整数的吼，我就袂晓算。我讲大姐你带我一我摕计算机，伊算好我袂算好，真的。对啊，所以讲我较早因为我做惊读。数学课，所以我若数学课，我就等阮兜。我妈妈讲你要等下唱歌，要等下困，要创啥拢会使。你就是袂当学白走。啊，规气伊若读无，伊无爱读无要紧，伊等下厝我看会着。莫学白走，学白走去做啥代志我看袂着，我会烦恼。所以讲无要紧啊，读册捌字就好了。哎呦，妈妈很伟大。我妈妈迄时阵真正是安尼。所以讲，其实我跟你讲，他还蛮有禅学的呢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讲啦，真侪代志啊，捌字捌道理就好啊。你捌真侪迄个技巧嘛，不一定是做人的迄种。是啊，所以我老师吓到，竟然有时大人不在乎，伊囡仔拢旷课，无可能，无可能，讲啊啦，拍到，对，但是早倒来厝。嘿，但是我妈妈讲不要紧，伊倒来伊咧唱歌，伊要困，然后因为我拢看到，回去又被老师又叫去学校。因为秀玲啊。你旷课，你妈妈都知道，她都不会要你回来念书吗？我说，不会，因为妈妈说她怕我回来没有来念书，跑去其他地方，她会揍我的嘞。我宁可回家唱歌、睡觉，我都 OK 这样子啊。后来我们老师没恭维，就是他认为说 OK 啦，
既然你的家长嘛不要求啊。你欠几行歌学几行呢哈？他让你好好唱歌，你越唱越有兴趣嘛。对啊，就是那段时间，我只要跟我妈妈讲，妈给我出一套什么新的迄种伴唱带出来呢，我想要爱迄内底什么人的歌，什么人的歌，我妈妈就买。那个以前叫做伴唱带，就是咱今嘛讲的卡啦，是卡拉 OK 哈，对吧？这边像 MIDI 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就是安尼，你看嘛，啊，对得起，够赞的了。一直到现在，你可以听到陈秀玲的成绩跟她的声音哈，你要好好介绍新歌哈。是，这个专辑来对请了很多这个不错的老师哈，包括 Bingo 我下嘛，黄明志老师、吴胜华，还有一位简志峰老师。是，你知道讲简志峰老师常常就是不小心就写到主打歌哈。哎呀，不小心呐，就搞瞎瓜哈。哪有的不小心啊歌哈？这一次收到了简志峰老师这首歌做《细路的心》，这首歌我还蛮喜欢的。他在传统味里面很有层次感，很有画面。对，然后那画面就好像我们的情感一样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呢，其实秀玲在这个地方的唱腔跟唱法，她有她自己的想法跟坚持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好听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我当下歌曲写呢，唱了顺的好听，那唱了卡的干嘛自己就觉得怪怪的。对，当初 demo 条我听的时候，我甲阮当下讲，不过我感觉伊这有几句我无想要安尼唱呢。伊讲，老师唱安尼，无你若莫改伤济就好啊。然后我就唱我想要唱的那个方式。然后你唱的那个词意比较清楚。免看数都听。是啊，后来阮当下就接受我唱的方式。很好，细路的心好，来陈秀玲的新歌。我只是需要有人陪，我的悲伤谁人体会？一片真心淡落海底。受伤灵魂在徘徊，哪会空风在吹，雨难过，上惊孤单来作伙。我的心像无咧嫌你切，无说你嘴满。无算多，我只是需要有人陪，我的悲伤谁人体会？一片真心淡落海底，我的心像无咧嫌你切，无说你嘴满地。无算多，我只是需要有人陪，我的悲伤谁人